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現在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6月25號，經文係以賽亞書57章1至到21節。今日嘅主題係上主讓悔改的人得着生命。我哋一齊聽下今日嘅經文啦。義人死亡，無人放在心上；虔誠人被收去，無人思念。這義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將來的禍患。他們得享平安，素行正直的，各人在墳裏安歇。你們這些巫婆的兒子、奸夫和妓女的種子，都要前來。你們向誰戲笑？向誰張口吐舌呢？你們豈不是悖逆的兒女、虛謊的種類呢？你們在橡樹中間，在各青翠樹下欲火攻心，在山谷間，在石穴下殺了兒女。在谷中光滑石頭裏有你的墳，這些就是你所得的墳。你也向他曉了奠祭，獻了供物，因這事我豈能容忍嗎？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設床榻，也上那裏去獻祭。你在門後，在門框後立起你的紀念，向外人赤露，又上去擴張床榻，與他們立約。你在那裏看見他們的床，就甚喜愛。你把油帶到王那裏，又多加香料，打發使者往遠方去，自卑自賤，直到陰間。你因路遠疲倦，卻不說這是枉然。你以為有復興之力，所以不覺疲憊。你怕誰？因誰恐懼？竟說謊，不紀念我，又不將這事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許久閉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嗎？我要指明你的公義，至於你所行的，都必與你無益。你哀求的時候，讓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。風要把他們颳散，一口氣要把他們都吹去。但那投靠我的，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聖山為業。耶和華要說：你們要修築，預備道路，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因為那至高至上、永遠長存、名為聖者的如此說：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，也與心靈痛悔、謙卑的人同居。要使謙卑人的靈蘇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蘇醒。我必不永遠相爭，也不長久發怒。恐怕我所造的人與靈性都必發昏。因他貪婪的罪孽，我就發怒擊打他。我向他掩面發怒，他卻仍然隨心背道。我看見他所行的道，也要醫治他，又要引導他，使他和那一同傷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願平安康泰歸與遠處的人，也歸與近處的人，並且我要醫治他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唯獨惡人，
好像翻騰的海，不得平靜，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。我的神說，惡人必不得平安。今日嘅主題係上主讓悔改的人得着生命。上主的子民不敬畏上主，卻狂熱地拜偶像，招致上主的擊打。然而對那些謙卑悔改的人，上主要赦免和醫治他們；拒絕上主的惡人，卻不能得着平安。盡心思考，經文如何形容拜偶像嘅行為同結果？你離棄偶像了嗎？只有上主那裏有真平安，你願意得到嗎？弟兄姊妹，願我哋讀聖經嘅說話，亦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